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的姐妹。谢谢你，主啊，创造她、爱她，使她得着你的救恩。主啊，孩子向你祷告，耶稣的宝血洁净她，你的灵充满她，使她一生爱你、敬畏你，永远不离开你，使她和她全家都信主归向你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停下，坐下，往后仰。恭喜，快乐的医生。主啊，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的姐妹，谢谢你带领她来认识你、归向你。主啊，孩子求主你的宝血洁净她的身心灵，摧毁仇敌在她生命中过去一生一切的坚固营垒。现在她是属乎耶稣的，用你的灵来充满她、浇灌她，引导她走永生的道路，一生爱你、敬畏你，永不离开你。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姐妹教会在这里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为你施洗，使你归入到主的名下。下来。宝血来遮盖我们的萨拉玛，谢谢你拣选他，呼召他成为师母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在一生的过程里面，主你带领他前面的道路，主啊，你属天的智慧从你赏赐给他，把从你而来的喜乐恩膏充满在你的主啊使女的身上，使他跟他的主啊传道同心合一的来侍奉你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师母教会在这里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名为你施洗，使你归入到耶稣的名下。